神來去，一切風浪。咩啊？要水芒滚呢？特别看好蓝队，怎么说？因为呢，媳妇可以跟婆婆的比赛很难得。我小时候跟我爸爸比赛也很难得。你是干嘛替100周年？也是不用承认这么快。对啊，没有，我们在家练习很多次。肉色吗？肉色。我也都每天穿增高垫。他内增高，哎呀，他实际才120。我脱掉鞋子变这样。还有才还等于瞎哦。他们就是全部丢进去搅一搅而已。我们的嘞也是。这个回答神回答。要倒数吗？自己。他自己来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按照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係民族。台中白跳。你當歡喜又來到桃園呀，特別嘅，你講做乜愛進來桃園麼？做乜嘅？係因為我故鄉麼？咩？你呢到桃園呀，特別真有10分多鄉親啊！嗬，一下呢唔但唱爸爸媽媽、嗬阿公阿婆，韓家要帶心球咩球下來啊！哎呦，韓國記得未當熱，只有看見咩熱挑是啲咧，會創嘅熱咯。好，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馬上來分享到嘅係阿志亮師傅。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係志亮。阿亮哥你好，大家來分享到係青友風氣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馮偉，大家好。阿峰哥好。好，接下來呢，馬上我來分享到今日潛水咋？呢馮翠係來自中立嘅表姊妹嘅，美芳姐、劉桂蘭姐分享。掌聲歡迎！大家咧看一下男隊哦，記得未係來自偏見嗬，係江陽老心球強下嗬，林景如老賴玉文。歡迎！哇，心球動熱好上哦。唔過佢當場完全他們是，現在玉文有一種微出國的感覺嗎？微微的有出國了哈。好。不過今年哈，江陽景如姐是負責做翻譯機嘅部分啊。做對咯。好。先來看一下馮翠嘅部分，兩個姐姐都當會衝上高，等下有機會再表現。唔過先來看一下中立嘅導演，要推薦嘛？佢好高好色好料嘅嘛？中立青島好食的啊，像一條安樂。它最後稱號是個榕樹下的綿綿冰啊，沁油苗。哦，那一條榕樹啊？火車站前面。火車站前面。火車站前，不然大家來到中立都找一棵榕樹下啊，沒有賣綿綿冰。對啊，要講清楚的。火車頭前面的啦哈。好，懂合適。哎呀，講到串冰、綿綿冰吼，我現在就黑我爛水白白跌的。他結婚了，我先跟你講。被你發哦，對，心球嘛，吼，好啦，你一陣問題要問一下，因為你兩曬來自偏見嘛，吼，景如姐做得那個大家講一下，來自偏見就嘛好高好料誒。工人琴台啦，哈，雙連坡碉堡公園，哦，還有些特色啊，土蛇應該都有哈，青河。嗰啲背都有個嘛嘅？大炮，哦，還有碉堡，哦，對，還有聲音高嘅都東西洋人，溜滑梯啦，哈，盪秋千啦，沙坑啊，哈，帶小孩子去秦河水，其實就都成個凍好那種，就是國軍啊、迷彩啊，都是合成個強下去嘅，培養那種愛國氣息。對，凍好。等下一邊煮飯，再一邊問一下玉文，因為他看到的桃園又不一樣，我們等下再來了解看看。好。唔過呢，既然睇下今日嘅比賽，有一個江陽帶定心球啦，有一表姊妹球下來，馬上就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。大家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鬥士咯！好啦，到亞冠地度呢，就要正經來看一下國家嘅本店呢。哦，先來看一下馮翠帶來一個秘密武器，梅芳姐你係乜嘅？滷大腸。滷太子，萬人滷嘅。挨滷嘅。桂蘭姐，啱我中國嘅要啱我滷太子。冇啦。係啊，你一天同我獻上嗬。獻上同我喲。家人你來看一下。哦，做得。加看聽聽。加看聽。加用加200。200啊。
你太葱爱卤几球啊？爱卤几先用葱姜水煮40分钟，再用那个料去卤了，卤了30分钟。哇，完全没球面呢。这是基本的哦，这基本哦，这是基本，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啊！吼，我要用老太重建，要带来料理系嘛个？豆米的重建。 哆咪重建，不是哆瑞咪重建，是很多味道。哆咪啦，因为重上豆，哆瑞咪嘞。哦，重建哦，我来建起来安尼。底度有塞东西，我切掉的，切掉的炒。哦，起码个你要等下看，好冇？啊，咱最近你大佬咁咪冻厉害咯，你要乌系嘛？解放系嘛个？摸一只，摸一只，嘿嘿嘿嘿。啊，哦，用料做嘛个料理啊？ 萍香梅汁排骨，萍香嘅萍系嘛个萍啊？苹果的苹果哦，另个嘅萍哦，另个香。所以讲唔但讲你吐出来又冇有香，还有另个香，还有嘛个香，等下慢慢看，好冇？风吹有信心吗？有。哦，大家来看一下，咱水有信心吗？有。比赛马上倒数，3、2、1，抢开始。开始喽！ 哇，真给某安简单呢，而且我特别看好蓝队。怎么说？因为呢，媳妇可以跟婆婆的比赛很难得，非常难得。真的，董宇浩像我们家就是知道，看我们家知道，我嫂嫂跟我爸爸比赛也很难得。OK， 对董宇浩的组合。OK， 好。大家来看。啊，你个跳诶，通过。这个中呀，嘿。 你看来就你懂腔。因为他又需要去重散购了哦。有哦，重散购很爱嫌弃。哦。唱山歌。做这一片猪一片葱嘛，我一片猪，我一片猪。冇试过哈。哎呦，做对。实力坚强。你要有加分哦。我一片猪哦。嗯，我从路散过呀。哦。人生来去。 一次风浪，咩啊？一水猛滚呢？滚人家问题，人家就该问题了。那我们要不要先请那个切用妈给小姐先和重来？我不会唱啊，是姐姐很会唱。我是二手。从各位很新奇啊，然后心情很愉快。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哈。 老嘞啊！可是你看起来18岁啊，当年没18岁，当年没18岁哈。对啊，错噶。好，来看下两片，给论讲没七家卤的哦。嘿，七家卤。可以的，懂后生可以不用骂怪西啊。紫苏对，我吃看，你试试看。都对。也系酸的哈，吃，也系甜嘅。一种嘛系啊，甜嘅。好好吃，酸甜的。哦。我哋还看到一家吼客家香水，该玩系嘛该？吉江。 吉江哦，那个蛀虫就喊嘛。哇，真假不容易哦，等下土地哦。最难的来了，大家看一下，真假灌肠。那全系处理过的哈。哎，安看到见过怎么办？这个等下用一点油去煎。可是煎呢？这样条虫的只有干呀虫的哦。嘿，一条虫的只有干呀虫的，等下就一条就撞嘅呢。哦。那冇讲量嘅参腔下啦。 哎，这很有创意耶，而且这猪肠弹性也未免太好了。你看脆皮肥肠呀，哎哈，所以日本已经很多外国买啊，就是这样子做法，系吗？哎，哦，我现在录过，真的很厉害，这好高难度哦，T100坤豆哎。其实干嘛T100周呢？也是不用承认这么快。对啊，没有，我们在家练习很多次。漏色吗？漏色。好啦，这个不会破掉吧？ 不会，不会，不会啊！你没有想想看，猪平常吃多少东西有破掉吗？你看你的肠子有破掉吗？破掉了。好，集中落去咧吼。好，等一下看应该尽量慢挑。好，听会声音哦。哇，这捞马个东西马杀鸡。排骨绕软落去，然后黏啦哈，加尾下挖条。玉文好会切哦，马上切滚刀哎。哎吼。玉文结婚几年了？3年。 3年，妈妈会教你做菜吗？她教我，真的哦，好厉害哦。那你这个是不是要让她？
还是你有学会了？不是，这个是你教他。这是我的，他等一下有他的。年轻人做年轻人的。你最好是请譬如做的嘛料理。哦，你懂会做异国料理。真的。对。我都做2国的呢。都做2国。不好笑哦。异国。对，他才1国而已，还是你连你。对。不过今年用不老你的兴趣强下来啊，因为真正动难得咧，组合动难得咧。其实爱聊叫兴趣哈，我要讲他好话的时候，我要讲国语。一定要。你说。对啦。他其实也可以回去看字幕。哦，真的哈，对对对，那我就不能有骂他的了，因为有字幕哈。对，不过他没什么好让我骂的啦，他很优秀。嘿，对。够点情哈。嘿，妹。很好沟通啦，嘿嘿，看得出来，因为按后上有很听妈妈来真经东南的，我用三毛带腔下吼，佢讲吼，佢迄转来爱做卫生，爱迄佢嘅起嘅不下，佢做不爱食，是吼，所以呢，爱到爱各自都爱吼，爱个做头是做爱，佢遐高，佢遐做头做高，所以。我用几爱模仿片，佢用爱模仿片，所以我们就沟通好。好，嘿，错。听得懂一点点吗？完全3年了，你老公会讲客家话吗？他不会对我讲。哦，就是他跟妈妈讲秘密的时候转客家话。你真的要学一点点。真的。我嫂嫂也都是这样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骂他啦，讲一下的时候听得懂。对。等下用剑的呀，用剑，嘿。哦，做得快活嘞，做得快活嘞。好，那玉文，今天这个萍香啊，是谁想到的？妈妈想到的。会不会我这个问题问他就说你想到的？感情安好。真的，像妹也强。因为妹到另个，因为想到强下。因为佢係一样係水果類。嘿，對。水果哈，对哦，还有咖喱梦哎，这个摩尔啊，应该是你蛮常吃的吧？妈妈的那个拿手绝活，妈妈还会拿这个做什么料理？梅之鱼，梅之鱼，我觉得玉文来我们节目突然变很有气质哎，其实我跟你走原本是同一个路线，来到这边才变新的路线。感谢把票的出点。好了，你要得先走一下，我们等一下过来。走了哈。老天对我不好啊，不会啦。可以用摸拿冲啊。我也都每天穿增高垫。他那一增高，他实际才120。我脱掉鞋子变这样，还等于瞎哦。哇，那也要灌肠哦。对。哎，等一下吧，那么烫。来，我来。又分2种哦。一种不行。认尬的。你一次。这不是，这是沟通。沟通，很好沟通的沟通啊。你这油要破的吗？等一下要破的冲。那你要热油吗？要，我看一下 ，OK 的，可以的。美芳姐，你老太太讲下，你家挑个该完系嘛改？蒜头姜、蒜末、姜末，然后加一点糖，加一点醋、酱油、油膏。哦。然后我觉得加上蒙汁的话会更清爽，对，清酸一点。所以该分2种口味哈。2种，然后一个是做按用切的温酱色。那你们继续好。那这个80度喽。好，等一下都正了。好，可以。哇，你会见到安好看哦。皮都香嘞啊。哟，我们闻香过来的。哦。果然有萍香哦，有萍香哦。刚好就先温个暖啊。係温暖，拎個掹落去啊。拎個等下會炒過嗎？小火。哦。要係天太火哦，太子。啊？這最大火。太火哦。它細點點好咧。玉文，你總有會的客家話吧？真的沒有。1、2句。老公。自我介紹。安子 C。哦，好棒哦。是包嗎？你还跟我会溜呀，跟我吸烟呀边。哦，你看，记住，吃饱吗？吃饱了吗？那你再讲一个。阿姨，你要不赶快跟我吸烟呐？会溜。2种混着讲。哦，四海帮。对。这包吗？后山洞洞应该安用听哎，四海帮哎。我从小是讲会溜，我先生讲西人。哦。对。你俩还有走条路吗？退休嘞。哦，安好命哦。老嘞啊。不会呢，我看你今天还穿高跟鞋，很漂亮哎。老天对我不好啊，不会啦。
可以用木拿冲啊。我也都每天穿增高垫。他那一增高，他实际才120。我脱掉鞋子变这样。难等于虾哦。然后夹起来之后，我用大火再给它一次，比较快酥啊。哦。对，好，再给它凉一下。再凉一下，然后再抢酥。对，现在再。那要在高温最大火200C。好，你们再继续培养一下感情，等一下都转了后。这样就会那。终于串好了吗？哦呀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姜嘛，因为太长了，我把它切太低温了，会不会？最高240哦，太极。可是问题这个很会焦。炸一下是不是要高温一点？快速啊，高温180、170下去才会。那就200就好，200才会酥。这样大概160、170。我是 keep you 哈。哎，你给好吗？还没呢，你先下来呢，还没。哎，这很有创意耶，俩出料理啊。够切啦就好哎，嘛。差不多。红该片好了哈。好，不是切在右边哦。你下来是下来。哇！你还乜噶？梅汁，落去，我等下过去落落sauce冲啊。炒。你就会记得皮不低耶。对。你要剩好，咩排骨剩好。排骨来煎不熟。哦，先煎不香，煎不熟。咁落去咪袂熟啊？哦，一边收汁的意思啊。嘿，炒。啊，另个嘛个需要落去。啊？青后背。哦。哎呦。哦。原来安用心哦。炝锅排骨。狗要我捡起来吗？哈。哎，真的好香哦。炝锅排骨。你看另个不要落去。哎，玉文，你最会做什么料理啊？意式料理。意式的。意式哦。好吃哦，我喜欢吃猫耳朵。不过另个煮狗鸡很唔会烂哦。佢冇煮到當挑啦，而家差唔多半挑佢都放起來。對。哦，所以你現在差不多咧。差唔多好咧。壽司是好咧嘛？冇有個公用咧。冇愛做得用冰啊，做冰落去都可以，好看。都可以，對。所以你按半個溫度熟是好咧哈。因為你的主角還有個冇有哦。他的主角是媳婦。炒。那邊在過年。好，我們看該片好了。哇！怎麼該嗶？No， 那个水分没有弄干。对，洗过以后水分没有把它太湿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有看到一个靠脸吃饭的站很远吗？差不多要倒数了吗？好，所以你要切才变快熟咧哈。对。好，所以差不多咧。那酒没挑好咧。那酒没挑好咧。好，所以差不多了。好了，来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試試看下鐵罐嘅料理，哪一部開咪是較針對咧？哇！今日兩組嘅料理做得講都會出大菜，都是十分澎湃。馬上先對風吹嘅來試起哦，好，大家都欣賞看啊！哇，這台窗看起來是凍香英選。切的起呢又凍醬哦。我要一次吃3塊。哦，咪都凍針掉哎，一定要配薑絲哦，一起吃。凍掉嘛？它是個吉種吼，酸甜凍好些，放起來凍適合。吉種正經百搭。不然是知道咧，行完咧吉種吼，抹個煮做得，真好食。抹個都凍夾好，過年滷嘅太重很好食咯，很好食，正經。看一下咱最近知道幾兩啥做樣辦？真好食，真好食哈。炒，加個薑啊，加進去味道很好。凍好，玉文覺得呢？很好吃。好。他想把形容詞留給自己的排骨的哈，莎莎來選。好，來試看南翠葉這個平香的排骨哦，那排骨很嫩哦。我只要2塊是對的。真嫩哦，排骨做的真嫩。我們常吃的是橘汁排骨啊哈，第一次吃到平香排骨也蠻搭的。大概是我做我冇參練過，我大概用6丁。他一般做那種吃色羹啊，不錯，是另外一種吃法，是好吃，凍好食哈。問一下玉文媽媽做的怎麼樣？超好吃，就是酸酸甜甜的，然後不會太膩。不過呢，剩下了緊張的時間，緊張出段後食，等下就本評審來受理耶。好，緊張的時間馬上就會到嘞，先來請阿志劉師傅搶本分數。媽媽喊住阿鳳哥搶本分數。哦，
志六师傅抢公平。两面做伙出拢同有特色啦，当迄个脚步卡切个特色。我现在风色鸦片迄因为给它变化动多种，所以我因为给它创意方向它较多。鸦片呢，其实要做得动好，但是我可以建议就讲，个恁个有嘛，可以拿一些来打汁，然后个梅子姜啊煮，可能会更较有香品的米线。一些就没听到，没老梅子的米线抢的，也是天然的，只是加上个恁个的香味安尼听呢。谢谢。阿峰讲已经建议的。那么本该针对上班的时光，去该品香给该酱汁到有进入到该排骨的味头啦。哦，第一片我还重视到该脆皮白肠的焦焦，暗过可能普豆抹红球啊，油温抹辣果，是正差不多安样啦，两片都表成冻好啦，你莫感觉。好，因为两组都系妈妈带来的台菜，豆腐卡都有先准备好势。不过呢，接下来四个掌声我先休息一下，看一下今日齐师傅带来嘛4个料理，我老大家分享嘞。料理动力篇。遇到诶，齐师傅来出台菜，今日菜名系嘛该？好，菜名系奶香野菇炖饭。哇！今天做2道菜，另外一道菜系鱼子酱蒸蛋。好哦！你怎么知道我们的那个玉文最会意式料理了？好，所以本机来做呀。好，来。好，我们来介绍炖饭的食材哦，也系米、生香菇、红喜菇、秀珍菇，还有加一个哈贡哦。遐个炖饭的，哦，遐个加奶油，哦，蒸蛋是了是有蒸蛋嘛，哦，然后了。你还有脆过系吗？我等下有水做蒸蛋的用因。像嘞，这个是什么？鱼子酱。鱼子酱，遐个蛤蜊肉，蛤蜊肉。像蒸蛋吼，个蛋到水是1:1.2，1比1.2。1.2。了炖饭有啊，是1:3，米系1，哦。水是3吼，那这冷一用电锅煮哦。姑嫂还讲，你都弄杯啊，某火威发外面小资族可以这样煮。另外就会从漂火开时间了哈。有些人是家不能给开火的，租屋啊不给开火。像你红喜菇是做咧下去咧。水果是就咧不用落去。唔怕。像你电子锅又用按键呢，它才会加热。那可是你的手不会烫到吗？你没有看。哎呦，好了，唔会烧呢。你菇油啊是安样清菜。所以就算冇豆个，已经没做得走。冻简单哈，可能有加嘛个菇，最主要是咧菇油啊，我加个奶油落去炒，以防会下香。用菇啦，奶油冻合。现在是让它炒香这样子。炒香像了，他讲呀，挑莫打松，可能莫打松，用大力。像我直播靠煮出来时阵，我袂按用因啦，落去个天然的甜味，然后虾子的甜味落去，你天不空啊，按到煮饭，那外锅的水呢？你是你系电子锅，什么都不用水哦，好你暖好哇，暖去几档2扎，我都根本1扎好，大家看得到吗？小心不要挡到来宾哦，还有第2次哦，哇，是1.2，你看。个水不又会做嘛个？脆软吼，你看你暖按样炒啊，水要几多？3。1:1。1:1.2。对，1:1。只有我最不认真的哦。你也可以用量杯量啊。差不多。大概1:1.2到1:1.3就是日式茶碗蒸。一点点。干嘛？染嘛？一样。染就好嘞。我等下鱼子酱就不用当杯啊。等下暖以后会过滤。蒸蛋的话选高丽锅啊，我先过滤。茶碗蒸，所以他们做茶碗蒸，咱们按要过滤。大家会做茶碗蒸吗？会吗？你也學到。然後你也真學到。也係第2次又要先冰了，等下切來落去脆，等下又要蛤蜊。日本加好。像了，對吧？直播卡吼，漂波。看得到冇啊？可以到。我真紧呢咩？哇，我做出上三音让他填修呢。还是给那边帮忙，那边有姐姐。还是那个玉文你要来？我来炒烤了吗？要不要？不然你今天没画面哦。来。给你了。哇。有哈。好香哦！玉文煮的特别香哎。它
来走过来就有一种香气。我是盖下上沙啊，我们3个臭皮匠胜过1个诸葛亮啊。谁说他是诸葛亮？弄聪明的意思。好，看，安是差不多了嘛，哦，像那个炒团有啊。有哦，微焦也。开口就叫风嘿，因为虾头的虾膏哦，因为它刚刚没打熟。好，等下米倒下去。哦，两米哦，上米哦，两米有剩水果哈。会浸过吗？不是浸，不是浸。像那到底个煮饭的形容意思啦哈，只是你要随1比几多？3。哎。哦。冻简单。不过一般跟豆腐卡煮米吼，是差不多1比1或1比1.几。就差不多嘞，做嘛个料会水下多啊？因为人家根本要做嘛个炖饭哦。但迄讲一般的整饭的话，就1比2、1比1啊呢。蒸饭水差不多1比1啦。啊，量应该是到3杯。3杯。3碗。咩3杯鸡哦？3碗。3碗。倒滚水会较咸吗？烧水会不下你这个啊，专业不卡做吃粥款啊，这个在家里都做的吃粥哎。玉文，这跟先生可以2个人做。对啊，你看。这个很方便。那是穷啊下去的。对啊。这样电锅会坏掉吗？不会。哦。可是很难洗吧？不会，因为老公洗啊，不粘锅。哦，了解。调一下味。哦。哦，了。我有听出你的节奏。我有听到哎。哎，来预备起。噔，来咯，搅，哦搅一下，你看。搅啊。好，从那都有啊，你看。哦，可以放上面。不改。开米咯。哦，啊，你啊炖饭差不多15分钟，佢会调起落是好嘞。啊，你啊水落都5分钟，还是好嘞。哦。但是时间的关系。嘿，管理。休息还等15分钟的时间。那就先等一下哈。吃鱼子酱讲话会很浪费，要专心享受。他们就是全部丢进去搅一搅而已。我们的嘞也是。这个回答神回答。哦，15分钟已经过去耶，也差不多了吧？哎，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开箱第1道菜哈。好。哇！哦，直接排等一点啊！听得少女的尖叫哎。好，来第1层哈，聊脆软。哦，哇，果然系师傅的手艺哈。韩国韩油来第2层哈，15分钟过。哇！炖饭呢？哦。很香哦。好，那就先。棒哦。好，坐的。我帮你放这个哦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你看，虽然做节目重吼，甲15分钟冻床，不过假设系豆腐卡做15分钟，你做一家的事情啊，不用等是好嘞。哎，冻结。有啊有啊，你看少，玉文，你下一道你做这个好不好？拍照打卡@我们粉专一下。哎，可以吗？好。哦，你要春夏落的系本来系吗？嘿，本意大专的色，刚已不洗到啦，也是含会配哦吼。好，丢去了本台茶可以嗨。好，奶香野菇炖饭，鱼子酱蒸蛋。按钮就好势喽。料理真引挑战掉，而且呢是2道菜，虽然菜名我记不起来，不过呢，开始噶来品尝看下好冇？冻面呢？对，叫用香哦，用感呢有东西呀，用薄哈，是粉的香，生软啊，都好用一些比耶，又加冻酱啊呢哈，这个真的好棒哦！鱼子酱很搭呢，冻干米哈，冻干米。哦，吃鱼子酱讲话会很浪费，要专心享受。哦，这鱼子酱好好吃哦，跟这个蛋酱搭配，冻干，香港米，还记得是几比几吗？1比1.2，黄金比例。玉文先来讲，
你觉得怎么样？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，而且很适合小朋友。真的，我觉得小朋友会很喜欢这个。自己有小朋友了哈，这道学起来哦。好，那我考你，请问饭跟水是几比几？1比3。哎呦，3。回答不错呢，我刚刚都忘记了。景如姐呢？你觉得他们做的？我觉得那个菇的味道很浓郁，茶碗蒸那个搭鱼子酱太棒了。因为有3种的菇嘛哈。对。你看茶碗蒸又是狗加鱼子酱的吗？第一次。第一次。对，我一定要学起来。你看。要署名@一下徐师傅哦，阿亮讲你取到嘞？整体搭配同好，我给它翻有炖到，所以来当 Q 当好食。茶碗蒸搭配鱼子酱真的是蛮搭的。还有个感觉咪甜甜的。系啊，亚出料理呢，等于迄个不卡地度，自家就做得来出太菜耶。你做得来吃就可能做你自家的烛光晚餐哦。不过三下来呢，条件係1比1，马上出来变最不迷怪挑战。八边料理网，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地度，用指天嘅食材变化出无穷样嘅料理。亚冠唔但将係比面食，没有比创意哦。都带奶嘴真系正经嘅八边料理网，一家之主，你谁来上菜了？哟！又到一个八边料理网嘅时间，到底一个百宝箱地度空嘅嘛呢？来看一下哈，打开喽！你睇鲨鱼烟啊哈，鲨鱼烟呢？鲨鱼烟，它小食啲啊呢？系啊，可能就算有些老师蛋浆10个收落去食咧，你讲你有买想法吗？其实咩可以做同多种啦，像也整个米糕咩都得啦，像个菩萨妈呢整米糕。哦，蒸米糕。都讲一些很高级的料理嘞。因为我就只会高级的料理。凤哥嘞？我系朴实啊，我做咧炒开蒜苗是做的嘞。好棒哎！错没做的嘞。可以耶。改下两位师傅全老抬价嘅想法有3句法，删掉一些全总得用哦。我用这个八边料理网哦，好不好？做就准备好些，然后马上就要进行第2关嘅挑战喽。好，紧张的时间马上又要到了，到底哪样嘅3元变马街咧？风吹带来按到马嘅料理，乡村凉拌鲨鱼烟。乡村凉拌鲨鱼烟，狼盘最适合这个时候吃了。真嘅，懂答先咯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来看一下咱最带来嘅菜色系马街。韩式鲨鱼烟煎饼，看过这种哦，韩式的鲨鱼烟煎饼，哎呦，冇食过哦，有信心冇？有，他应该还好。有。好，马上就来比赛耶，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。莎开始哦。其实我们家真的没有买过鲨鱼烟蒸来做料理。你食过吗？当然有啊，迄都嘅5丝虫刚有生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来看哦。介绍讲菜名系嘛介啊？乡村凉拌鲨鱼烟。乡村的意思是准备冻豆食材系吗？对，只要家里有的蔬果都可以放进去。你们家也太爱吃水果了吧？而且你看这是什么？有张记的，那今年看到铁粒油的耶。先放后皮啊哈。介玩系嘛介？葡萄干。不卡我用做嘿，我有。迄只糖控遐都有迄个有冇？沙琪地度天数煮本斯坦饮食啦。系啊。那秋安牛会甜死，是牛会懂后哦，消暑解热。对。它这种播法好厉害哦，绑芡。因为它就不用再对拌了。错。韩国跟外 B 线去掉，该就不会苦苦的。我哪个了？地啊。马个东西先进水啊。洋葱，因为泡冰水把它的那个呛味吧，这样也比较有脆度，冻厉害哦，而且要懂澎湃，要很恰中的吗？嘿，秋葵嘿，啦，所以全部的东西冰落去搅是做的咯，不要讲这么简单，还要调酱汁啊。想出这种那么容易吗？你回去。我很想过去看的啦，这样。那我们过去看，好不好？先缓一下啦。好，好的。玉文，来让我跟你讲哈，他们就是全部丢进去搅一搅而已。
我们的嘞？也是。这个回答神回答。那你一定要啪啪嘅。他这个应该就会给牙料理的啦，因为刚刚调前妈妈料理嘛。哦。不是说一人一道吗？对。不过这个韩式是谁想的？我想的。哎呦，你不是走意式？他是走异国料理，他是异国就那韩国异国料理，就那异国不是意大利哦，奇异的异。他们帮你的解释可以吗？可以。所以你那个粉是加了什么粉？就是直接买韩式的粉。哦，所以叫韩式煎饼。欢迎海奇干嘛料诶？好。开菜，因为韩国嘅煎饼吼是从摩嘎韭菜哈。好像没有，有吧？有吗？这是一定要加，真的哦。对。哦，景如姐，你切开玻璃水是哦，冻住诶。等一下会做嘛该用啊？姜下冰落去。姜下冰落去切。那你们的鲨鱼烟呢？在这里。我先挪一下，该鲨鱼烟还马上切开。切到安酱了。是谁切的？我切。哎。比他们姐姐切的好哦。该调味吗？等一下可以沾的酱是什么的酱？我知道外面卖的韩式蘸酱，没吗？原本是。那现在有调过的，原本是。现在调过。所以现在是调什么？果醋加糖还有酱油。所以还是韩式吗？现在变异国。所以还是了。你们到底要怎么样逼人家？那等下人家说我们客家人不好相处哎。哦。啊，传起来。紧紧下冰落去，搅拿来煎。没有这么容易啦，改个比例没有。比例很重要，因为该随一个比例没动摇筋啊。假是调豆的是煎起来的。那这个呢？哇，软丝。哦，软丝好贵。受惯呢。嗯，我们看另外一边好了。哦，这边你搅一下。我最爱龙眼了，去籽哎。对啊，去籽啊。很用心啊。嗯。磨栗子啊，用牛啦。款不卡就马改，有什么水果？有什么水果就加。像我家有的是榴莲，可以吗？榴莲也可以做料理啊，真的可以做非常还有不够，不要小看它。对，要倒数吗？自己。他自己来。磨栗子啊，用牛啦。款不卡就马改，有什么水果？有什么水果就加。像我家有的是榴莲，可以吗？榴莲也可以做料理啊，真的可以做非常多。不要小看它，对，真的，下次做给你们吃。而且尤其是你可以吃壳比较好吃。对，壳都是拿来打自己头的。壳都是拿来戴安全帽的。所以你会做酱汁吗？酱汁调好了，已经有调。该调哪个酱汁？柠檬汁、果糖、乌醋、不丝、蒜泥，等一下蒜泥还要打一下，还有白醋。哦，对。然后玉米笋呢，有没有切的呀？对半切。对半切的呀，啊，落去搅搅还是差不多嘞。嘿呀嘿，差。又不你讲都动简单。安英有一点像个泰式凉拌海鲜，对，哦，这边泰式的呢，这边也泰，这边韩式那异国料理啊，你想不想丢点我炒戏？会炒戏，感觉我们是公妈。好，过你这边宽嘛，来，换去炒那边，我炒那边。哎呦，哇！啊，等一下翻面是谁来翻？哇！哎呦！你不要再 Q 我了，Q 我了100次了。他也是蛮会翻的，所以你旁边要补满吗？不用。那你就看到一副个酱挑好了哦，静茹姐老来讲一下，个地位图就干嘛改好嘞？有香菜，还有果醋，我还有蒜头系吗？蒜头系炒。哦，韩式料理搭配台式酱，哎呦，哦，可以吧？其实韩式酱去调过诶，哦，韩式酱调过，去调台式的米西，所以是韩式酱啊。蛮炒的哈，我们对不对？蛮炒的。下面会不会焦了？可是还没熟啊？哦，有可能。有可能。就这样回答我是？因为你温度有点太高。他要甩了，小心哦！安全距离，安全距离。要倒数吗？自己。他自己来。哇！好厉害哦！哎，我是说真的很厉害耶。很厉害。对。
非常哎，而且真的刚刚好，刚刚好，酥脆。你今天真的不用讲完，就这一刻就好了。对，一直播轮播，一直轮播，这样就值得了。那值得了，前面来都要太厉害了。他某个箭都堵喉呢，我心脏差点漏拍耶。哦。太子，你有冇请到红火的新票啊？系啊，我来打灯笼去请的啊。你本单是讲袂住吗？袂住。哦，好，如果不是烧了，箭都差不多嘞。对。等一下希望是做得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下灯都转来了。那用来着。哇，很强哦！我好想吃。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哎，那我跟你讲吼，啊，你用过看到俩完哦，他就会说4个字来预备起。巴拉比包，哎，这个我可以吃整碗呢。啊，你下地杯赌马给金种成就嘞，全部都有了，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干用时间差不多哎，马上就来倒数了吼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吃看呐，也给用上盐做出来的料理，奶煮较沾得嘞。用个上盐哦，拄好两组呢，都变化无穷的料理，一个做冷派，一个做异国式的料理，来试试一下风趣耶。哦，非常的轻松哎。一个中药调都冻好哎。全副嘅嘛个蔬菜全系切切嘅，口感冻好。做一只哦，伊个酱汁安尼淋落去嘛，了了酸酸的嘛，冻拄好，热天来食哦。真好，真劲。不过佢有一些攞一些牛黏有冇？牛黏又特别甜，那故说给它有层次，味道上面很有层次变化。啊，玉文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很好吃，里面有香菜的味道。那景如姐呢？我觉得搭得很好，而且都是全部系干嘛时令的水果，冻爽口，非常的爽口哈。好，我再用两下来看一下异国料理，就系韩国的煎饼来试看。好，玉文的料理哦，吼。对，而且翻得动好哦。因为煎饼吼，该最重要是该外皮听出来煎到擦擦，该底部度哦软软绵绵，韩国该食材却冻澎湃，吃得到每个食材的鲜味。我觉得它外酥内软，轻厚实嫩。因为中料又调到以后，非常清澈诶。加中料调到清厚哈，啊个去煎的时候嘛，看就根本有加盐水的呢，把米头夹落去，哦，清厚。东张面，东张面，用个适量的都体面。情景非常好些嘞，我怎么觉得你还是表情一样的？玉文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比昨天成功。哦，比昨天成功就是成功。所以杭白嘎子汉就地府来唱歌，我喊好心讲，对不对？那景如姐你觉得呢？那个皮很焦脆，对，这不太容易做到外酥内嫩这样子。臭，因为要用剪，我还要剪到擦擦啊，地不毒还用手，不容易哦，真的。讲真今日用出料理啊，都吃后讲，本单无上到上盐做按用周边法，每本睇起来做一个参考。我等下就来评分了。哦，紧张的时间呢，马上就到嘞，来请你阿志勇师傅又社会哈，拜托，分数。冷吹！哇！哦，果然系海神公子哦，大家来看一下阿峰哥抢分数。又系冷吹！给我们一个交代。要去文具店买。可以讲了吗？可以，要让我们心服口服。两样菜啊，平分秋色，真的是余量情节了哦。但是做蔬菜略胜一筹，因为佢做蔬菜加一片呢，加个鲨鱼烟，佢贵底的，就算係塞落去，係塞得到滿滿的鯊魚煙。我加上佢又有剪料有炒。啊，多一片老他甲分享啊，涼拌的菜色不管樣嘅，我想辦法留一盤。涼拌的菜色有一隻較貼切的香味，所以人家都紫蘇葉米絲冇搶出來。阿門就天然阿門就關係，阿門就改咗經濟，因為佢哋係百變料理王嘛。係看主題去分分數安尼。謝謝。那阿峰哥，你的想法係乜嘢？我的想法吼，我有本藍隊吼，佢想要真緊又做到百變料理啊！我每提白是到鯊魚煙做咧做，該煎餅，我幾該壽司調落凍河，搭配落去食。哦，我本兩片的想法係哦，從個紫蘇裡面做一度個油落向我攪，是一口吸落去，佢個凍到的梅頭，還有講佢個醬汁又調有一點過酸啊，過酸，
老几个鲨鱼眼眉头摸起出来，是正常的样子啦，两天都表现动吼，希望啊，要是我要投给红队，你也红队哈，我不行，我再给蓝队就太多。好，吼，梁祝轩表现动吼，假时候你谈不清楚，回去看字幕好不好？高度评价。今年3好了，马上就要来颁奖喽！耶耶耶！好，为了颁奖了，现场8千开始嘞！恭喜蓝翠今日做得得到3千 Q 嘅加彩金大挑命咯！恭喜！凤翠呢得到嘿嘿真健康不锈钢提锅3层蒸笼组。哎，你下做这做师傅，该下做了，该头料理料理的，可以哈。好，10个来谈一下哈，今日全部公道话，玉文我来发表给5分钟弹讲的哦，来发表一下今天参加的感想。觉得今天很开心，可以来更认识客家文化，然后和婆婆一起，然后来做菜，培养就是我们2个之间的感情。哎，用个感情动吼，我们已经为钱了哈，不是因为钱了哈。这个真的很重要，因为这个组合很难得啊，好在有找他哈。对对对对，今天要归功他，这些通通属于他。哦，3000块分他200就好了。不，因为佢健病了，所以让佢分数来转来，系冇？超。那景如姐今天参加有什么感想吗？有了的机会讲，除了老大家多参加这些活动，我是就可以发展一下这些文化这样子啦。好，非常感谢你两沙做得来呢个节目哦，恭喜！好，3好了，问一下梅芳姐，老大家过一下礼拜参加心得？庆丰一礼拜参加了个节目哦，还有一个庆丰的是说蓝队迄个隔壁林莎啦。哎呦！今日得奖啊！我做的3不5时，拿大包去教我下，佢要做好事咧，我做的高一行2铺路都高一时咧。佢啊，假时代下叫哪个？本台好两三唔熟悉，因为今日做节目，张两啥开始，有认识叫做好林莎。这就是缘分。哎呀，很恭喜，真劲。你较做地位发8天就做得结亲家诶。几人知道睇下过一下了拜参加心得？哦，因为啊主持的节目吼，第一摆参加，哦，当欢喜安尼客家吼，有安尼节目，其实汉摆做得本日的好生意也都有嘛，尽量上来煮菜本大家看安样。这练习当中的传承啊，对，传承。那你要搞哦，我搞还。从每个创意料理面亲后啊，没亲后。好生意有好生意的创意料理。真嘅，唔好紧张的吼。唔看，古说话吼，太气噶，唔好单枪看天视听听，豆腐卡看你节目过后，当上来参加吧，期待就会等你来哦。系啊，假使红衣做得喊出来吼，冇听错到节目当中喊做得影视嘢，完全冇看过嘅隔壁林莎咯，所以。欢迎大家加入报名参加吧！一家之主，爱你下一拜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